语优雅台语水，上界好听是台语。阿正先来报道故事历史，互你听个上欢喜。欢迎收听阿正先来报道，我是当牛，我是阿正，是阿正先嘞。进前吼，咱伫这个咱的族群内底吼，我看你写着一个足趣味的，嘿，写一个领架对吧？领记就是领物件甲架物件。好啊，我讲奇怪啊，正先讲着讲这个地名领旗，就是领一个旗啊。这个有什么关系吼？所以我就讲，这两项物件到底也当安那串联在一起，是不是？啊，正生今仔干脆甲听众朋友讲我清楚吼，莫干那族群咱咧7、8、10个人了解呢。咱今仔来拍这个公案就对了。好。哦，这地名吼，咱过去吼，往往拢熟去。嘿，其实地名吼，就是咱要了解咱家己身世一个足重要的 password。密码是。以我个人来讲，我会加入这个本土文化、在地文化，一个足关键的代志，就是因为我自做囡仔时，一直到我出社会做老师的时，我一直在想讲是安怎我会出世的所在叫做汉族厝、汉族啦，汉族是安怎呢？伫迄个歌谣内底吼，音空来讲叫做步姜头，步姜头哦，这所以吼。咱一般讲，感觉有够爽的，咱名这个名咧，有啊哈，少年的时候，真的感觉就爽的。汉族厝，我拢歹势人讲吼，歹势讲我住伫汉族厝，就是讲你食汉族的，对啊，足爽的呀，有啊，足超地啊，迄就家己无自信啦，一直到我一直到我出社会，是有一遍呢，有一个机会吼，来去图书馆，还是去朋友邀别去一啊，我去看到一本《永康乡志》。因为我现在对我家己的故乡的汉族厝，感觉一直感觉疑问啊。因为第一吼，感觉吼足爽的以外呢，甲电话讲，阮遐都也无真正出身汉族啊，无可能汉族对吧？就是讲毋是阮遐的重点啦。所以我那会叫汉族厝。后来时阵，我就是伫这个永康乡志内底，看到甲北部时代也有关系啦，叫做番仔厝啦。迄毋是甲汉族无关系啦，有三个讲法啦，一个是讲番祖厝啦，甲番仔祖的厝啦，一个是讲番祖啦、番太祖的厝啦，一个是讲番仔厝啦，番仔厝，这呢，我个人呢是较偏番仔厝，就是讲当初时呢，阮遐伫古早过到19的时阵，有迄个荷兰时代时阵吼，其实伊就是呢，新市新港社，因为我住伫隔壁嘛，拄过即迄个考管科嘛。因遐讲叫做新港溪嘛，所以其实吼，就是甲时代也并无做有关系啦。这款的了解时吼，改变我的思考安尼，迄就差足济啊。无共款对吧？无共款。所以，我开始吼要行入这个母语的才能，我开始要来了解真正台湾历史。了解到第时阵我规个都惊天动地，开门开啊，对。门开啊，所以你慢看讲这地名吼，是咱要了解家己的身世，一足重要的密码。咱今仔日吼，你既然来讲，你群组看到我咧讲灵芝嘛吼，讲古怪，就讲靠一个地名吼，叫做灵芝啦。所以你若出去吼看迄地名，感觉怪怪的时吼，老实讲，多数拢有历史啦，拢有故事啦。灵芝，这牵涉了什么呢？这就是安定啦，安定的一个部落啦吼，安定一个部落呢，伊的名呢叫做灵芝。今嘛叫灵芝吗？对。哦，是哦。到目前为止，伊的正式的名称叫做灵芝啊，用台语来讲叫做领架嘛。对。不过伊虽然字安尼写不离个因当地发音是讲领旗哦。对啊，我感觉这真的就是爱当地人才知。领旗，就讲伊虽然是写领旗，其实伊毋是读领旗，伊是读领旗啦。领旗吼，这内底都有真侪这个学问啦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一个啦咱今日讲一句话啦讲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乡事啊，念诗啊，搞破音的关系。是嘛？无唔对，讲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起从前。寒梅菊花味，菊花味哈。两读台语啊！我是安尼甲解哦。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大江水悠悠，尊者今何在？这现在我来写呢？来，当初时
咱早期的节目嘛捌介绍过，咱有一个台南有一个台江内海，是当时是台江内海吼，迄船啊吼是拢爱来去啦。啊，迄个船当时有3种船哦。一种叫做荷兰船，一种咧叫做朱印船。哈，什么？朱印哦，朱就是红色的朱，嘿，朱原种的朱，嘿，啊印就是看印啊印。哦，就是朱色的印记，迄个朱印船，系朱印船哦。啊，另外一个呢，用华语来讲叫做容客船。段一个容啊？鲜卑羌滴容易容，虚荣的容。哦，是，嘿，容啊，有无容啊？对，叫做那个容客船呐，吼。好，啊，现在来讲这呢，容客船就是外国人咧称呼台湾船，咧称呼中国船的啦。哦，是哦。嘿，哦，有布棚的啦。嘿，啊，所以荷兰船免讲啊嘛，吼。啊，什么叫朱印船？朱印船就是德川幕府吼，因做因的船啊，离外国咧行大时，一定爱看因的朱印章啦。叫做朱印船啦，啊，表示讲日本船的对啦，日本船，是国旗的概念。我只咧讲一个足重要的，这个迄个哦，这个容客船当然是指台湾的啦，吼，是台湾的容客。啊，现在叫容客呢，因为吼外国拢安怎翻译唔知啊，翻做这个准，ZUNK 啦，ZUNK 啦，啊，因这个西班牙哦，葡萄牙哦，伊这个 K 吼，无咧发音的啦。所以因是读得准，这个日本人吼，可能记也较无晓好吼，伊煞甲当了 JUNK 迄个 K 也甲翻了啦，而且翻足重的对吧？变容客啦，是，变容客啦，是啊，所以你看日本的文言哦，伊写容客船啊，咁足奇怪，这都是台湾毕业的音吗？那这容客，啊，但是正常看文言拢写容客哦，拢写容客，介绍这什么意思呢？JUN 咁是读得准对不对？对。啊，咱台湾的准安怎讲？船台语安怎讲？准啊，就是啊。就是呢，因为外国人听来讲，准，哎，这个叫做准。啊，迄个客无发声。是。啊，说你看这个准哦，说变安水容客去啊！你看这好啊，这人捌这段就说起。这个今天落差就这啊。啊，我讲几波吼，我讲几波要讲啥物呢？就讲吼，当这时呢，迄个台江内海的时阵吼。咱第一位呢，所有台湾的无烟王啦吼，无烟的台湾王啦吼，叫做什么呢？叫做李家。当初是喺台江内海的时阵吼，探到倒呀，探到今仔日呢，安定鲜花啊，安定以前叫做狄家人，直家弄社狄家人，鲜花呢叫做湾里，目加流湾，啊那甚至叫新港啊。当初时呢，是以一个港吼，而家咧汇集的，是叫做目沙。目沙就差不多今仔日的我今仔日的这个安定哦高速公路卡到这个树谷园区迄个范围啦吼，迄个范围当时呢，遐就是一个港叫做目沙港。目沙港，啊，迄个船吼，当初时的时阵吼，有法度呢，坐离目沙港坐船吼，到台江内海，然后先到这台湾海峡，然后先去到日本的。所以目沙港当时嘛算一个小型的国际港呢，国际港。是啊，那叫年纪呢？因为当初时吼，这个船吼，刚是要爱出入这个目沙港的时阵吼，拢爱甲官府来申请。是，迄个像我头讲过啊，日本人要出来时，刚是爱有一个朱印章。用叫来讲叫做 passport。哦，护照有啊吼。稳准你出去啦。是。哦，啊，因为因看的因啊，就是红印啊。红色的。叫做所以叫朱印船。同款当时呢，要出入这个目沙吼，目沙港的时阵吼，爱向官府申请户口。通过。是。哦。什么啊？互你一支旗啊！哦，连旗啦，互你一支连旗啦，对啦，连旗啦，吼，连旗啦，啊，什么连旗？你唔知啊？重点来啊啦，爱纳税啦，缴税啦，表示这船啊，会当有纳钱啊！你有买票？对，就是买票概念。好，就讲吼，你纳税缴钱了先哦，互你一支连旗啦，啊，方便出境嘛，吼。是，所以简单来讲啦。当初时呢，这个领记对不对？我袂使样读吼，领记对不对？吼，就当初时吼，迄个所在海关啦，
哦，就是你领记结合水所在就对啦，所以领记啦，是是，安尼是不是公安都已经破对不？就趣味的，啊无领记今天无什么意思哈，我想无什么意思，对，这个是领旗的意思。哦，你看安尼是这段历史的，这段历史就是咪就造出来啊？对，啊，所以这就老实讲真重要啦。所以当时时吼，这目沙港是当时时吼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因为伊的南边吼，就是属于什么呢？当时时吼，北部族新港是旧部落的所在啦。啊，那目沙港呢，北边呢是北部族吼，属于什么呢？客家人啦，客家人就是我讲过啊，安定的古早的这个番社的名，是客家人，是客家人，那是属于新港社的分社啦，分社吼。啊，所以目沙港是当初时呢是什么呢？新港社北部族，甲汉人的贸易吼，在买卖贸易的时候，一个河港，一个上港，上港啦吼。啊，所以当时也非常闹热咯。先生今日安尼讲，我就想要去迄个领记这个所在个看卖。对，哎呀，对，以前算讲老这个繁华的所在嘛。这完全哦，沧海完全沧海桑田啊！无共款吼，完全无共。所以你若无历史的时候，你真无法当去想象啦。所以当这时阵吼，新市上个老这个都是这个目沙港遐啦。是，就是领记这个所在，领记这个范围嘛，吼。目沙港迄个范围。哦，是，对，今天安尼有趣味。所以咱今天伫咧台湾啊，看到较老师讲的吼，较特殊的地名，一定会当查一差不多有故事。嘿，让我当查，像我以前细汉大时叫四场咧，我嘛感觉足爽诶。四季拢有，倒是都几场咧，好，你感觉足爽诶。不过来了解哦，你这场咧，这代表什么意思呢？移民社会一个特色啦。是，就是迄个产嘛，对吧？哈，一场咧让你偌济，对，四场咧啊，所以要分偌济，是，包括7个、8个，这款咧拢讲迄个观念。个台南个一个真特殊的昆新嘛是真特殊吼，昆新嘛是真特殊，昆新就是讲吼，代表四周围拢是水，拢是海，拢是海，啊浮起来一个沙洲，那个叫做昆新沙洲哦，对，是，这嘛讲起来台湾的地理安尼连起来是足趣味的。但是咱以前感觉我这片还感觉足爽的，爽啊！你看这观念，看差偌济啦。我感觉讲迄个自信其实是咱家己较无自信啦，不过这款自信就是咱无了解嘛，无了解，而且要了解了，我相信以后咱的囡仔，所以我时常讲一句话，这人咱我蛮较偏见，往往就是来自无知啦，是啊，无知毋是迄个无知哦，是讲对代志的认知无够。无够对，真的是无够。无够，你若搞的时候讲，我这套我这真有深度，真有看度，真有观度。是对，而且还有故事吼，这最重要诶。是好，今日无时间的关系，我是当牛，我是阿静，是非常多谢你收听阿静先生报道，咱后次再会。再会。